他能够培养才艺技能，然后呢，也能够培养他独立自主的能力，那增进人际互动的关系，让视障的孩子在学习与同侪相处中建立自我的价值，对于未来生涯有不同的选择。当熟悉的阳光渐渐远离，视线中只剩下模糊的光影。活着的希望对王志梦来说，就好像逐渐因青光眼而失去的视力，慢慢的看不见了。去哪边也去不了，只能够在家听收音机啊，看电视。那从这边到下面，也是有一些困难。晚上起来，冬天的时候，又记得上洗手间的时候，曾经叫我去踢到那个转角的地方，把整片的指甲都踢掉。连上厕所都成为难题，更别说喝上一壶最爱的高山茶，或者欣赏自己花了半生心血到处搜集的艺术品。灰尘洒落在他的茶，他的收藏也盖住了他的心。那刚开始，尤其是那1、2年的时候，建立好十分无助的一个境界，只能看到一些光影这样子。那其他的话，大概就是比较近的字体，他没有办法看到。像王志梦这样的视障独居老人，在台湾不是少数。生活上的种种不便，让他们紧闭心门，更加离群索居，直到遇见了他们。这个学堂是我们今年正式开办，那其实它是一个社区照顾据点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视障朋友在这里，他能够有健康促进，然后有社会参与，他可以在这个社区当中得到一个支持的力量，让他们身心灵能够放松，有一个抒发。虽然我们视障朋友有很多位是独居的长辈，但是他来这里呢，他可以交到朋友，然后可以互相支持。就像那个名字一样，就是能够带入一种快乐的境界。那交朋友有一个团队的活动的这样的感觉，比在外面唱卡拉 OK 啊，或者是其他的大家午安活动的话，欢迎大家。好，我们的音乐会呢将会在几分钟之后正式开始。如果您还没有拿到音乐会的节目单跟帮忙视障老人的服务介绍，欢迎在我们的柜台索取。然后我们也准备了点字版的节目单，有需要的盲朋友请向工作人员索取。我们的音乐会啊，今天没有中场的休息，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工作人员会协助您从后门进出。需要协助的盲朋友呢，也请举个手，工作人员就会过去协助您。我们待会儿在3、5分钟之后，我们的节目就会开始。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其实一般老人家会遇到的这种所谓长照啦、生活照顾的问题，他们都会遇到，但是他们又多了一个视力受挫的一个限制。对，那所以我们基金会来讲，其实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他们在生活照顾、自我照顾，还有他平常日常生活的处理的这个部分，然后让他们能够
跟一般的老人家过一样的生活品质，然后有公平的一个社会参与，不管是学习的啦、学习的机会或者社会参与的机会，我们希望基金会可以做更多。想做的、能做的，永远都还有更多，但人力资源都有限。双联视障关怀基金会邀请您共襄盛举，一起来成为视障独居老人的那道光，共同照进他们原本阴暗的生活，帮助他们找到活着的价值。盲朋友因为视力受限，生活处处面临挑战。双联视障关怀基金会于民国87年成立，致力于协助盲朋友拥有和一般人相同的生活品质，公平享有获得资讯的权利，获得有尊严的自立生活。视障独居长者的生活，比起一般独居长者更令人担心。失足跌倒或吃错药，居家环境清洁的问题，都威胁到长者的健康与安全。那居家清洁跟环境安全维护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的确实质上提供视障独居长者他们家里的环境改善，但更深层的意义是它提供一种激活，让视障独居长者觉得说，生命也是可以有一些改变，然后进而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做一些努力。家里打扫干净，各位来宾，视障独老不再担心跌倒。线上收看或者是收听直播的朋友们，还有各位盲朋友，下午好。双联视障关怀基金会帮忙视障独居老人感恩音乐会正式开始。今天有几十位盲朋友会上台，提醒您，爱要大声说出来。因为盲朋友视力受限，他不会看到你温暖的眼神，或者是热情的笑容。所以呢，如果觉得盲朋友的分享你很受感动的话，那欢迎你发出声音来表达你的感受，拍手或大声叫好都可以。现在呢，我们欢迎小西罗亚合唱团、乐团还有家长们的表演。好多爱啊！小西罗亚的成员大部分是视多障的孩子。星期天下午，大家会聚在一起练唱、学英文，还有练团。当孩子们练习的时候，家长们便会在一旁守候。今天的演出非常的特别，除了合唱，还有孩子们的乐团跟家长的表演。
要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如果会唱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唱。我们的世界更暗，我们的世界是更暗的，是比刚才还要暗，这是我们第一次乐团的表演，介绍给大家，谢谢。谢谢小希罗亚及家长的演出，也谢谢多年来陪伴孩子们的指导老师赵秀红老师以及伴奏老师钟佩金老师。各位，爱要大声说出来，我们再给他们热烈的鼓掌。我想应该要再一次的掌声，爱要大声说出来。表演的好不好？棒不棒？谢谢小希跟家长还有老师们。现在我们请双联教会主任牧师蔡正道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各位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还有我们各位贵宾大家好。那我真的很感谢上帝，让我们再一次在双联教会与大家见面。那透过今天这个音乐会，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视障朋友们。那在开始之前，祷告之前，我一直有一个期待，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音乐会是至真、至美、至善的一个音乐会。刚才我们已经有看过小西罗亚他们的表演那我们感受到他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就是至真的表达他们就是他们在这边所学习的，并且对大家的感谢。待会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益生国际，在邓基龙教授的带领之下，为我们表现至美的一个音乐响宴。那至于至善呢我相信就是在座的各位，我们大家一起在这边发挥我们的爱心，发挥我们的善心，一起参与在协助盲朋友的工作当中。在开始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齐聚在你的面前，透过今天这个音乐会，思考你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求主保守眷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真正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存着怎么样的心来回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整个音乐会充满你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蔡牧师。接下来，我们请双联视障关怀基金会王文先董事长致辞。现场各位嘉宾、各位好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大家平安。代表视障基金会还有盲朋友们在这里欢迎大家，也谢谢大家用实际的行动到这边来支持我们盲朋友。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英业达公益慈善基金会李世清董事长长期以来支持我们举办这个音乐会。再其次，我们真的要感谢益生国际由邓吉龙老师所率领的音乐家，为大家做专业的演出。同时，感谢双联教会提供视障基金会这样的场地，也在这当中由传播委员会为我们做现场的直播跟录影。最后，也要谢谢今天穿着红背心为各位做招待义工的民传 EMBA 校友会，谢谢你们。今年 COVID-19 疫情影响了许多人，包含在座的各位。我们在3到6月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13个小站收入减少了80%，许多的视障朋友，还有我们的小站管理员失去了工作，也减少了收入。社会当中许多的慈善团体还有公益团体，在劝募当中也碰到了极大的挑战，视障基金会也不例外。但也感谢主教导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在给予的当中，我们得到真实的快乐。相信各位在对视障基金会的支持跟鼓励下，我们的恩典够用。各位每一份心意，每一笔捐款，我们都会深深的致谢，也会在这当中让基金会的运作能够更加发挥它的功能，做在视障朋友的需要上。今天小西罗亚，还有我们今年开办的快乐学堂的3个班，要透过这个舞台，将他们所筹备的表演，在这边为各位呈现。我们在这当中看见他们的认真，他们的投入。疫情大家都走不出来，那只是短暂的。
我们有很多的盲朋友在家里走不出来，是长期的。透过基金会的服务，我们让他们走出来。透过基金会的功能，我们让盲朋友得到适当的照顾，让他们能够恢复社会的关系。所以今天谢谢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支持我们，代表基金会同仁，还有我们盲朋友，深深的鞠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董事长，感谢今天大家一起来帮忙视障独居老人。无论是现场出席的您，或者是在线上看直播的您，只要您愿意帮忙，您就是盲朋友的好朋友。盲朋友外出可以靠的朋友越多，就业及生活上面遇到的困难就会越少。那现场呢，我们有很多各行各业的贵宾，我来介绍一下。卫生福利部李丽芬政务次长。台北市府黎增宇副发言人，他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志工。马偕医学院赖允亮董事长，门诺基金会蔡芳文副董事长，台湾社福总盟孙一信秘书长。台北市盲人福利协进会吕洪文理事长，安养协会理事长王习清，台北市林芳景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李爱竹专员、杨美伦专员及曾慧月志工。渔歌展业苏玉玲董事长，伟思股份有限公司何文莹董事长，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王彦君会计师，东方科学园区陆培松总干事。菲特邦健康管理邱柏豪执行长，大光华印刷房文德总经理，研华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张云阳资深经理，远传市场行销及大数据分析处林以礼与同仁们，民传 EMBA 联谊会王美娟副会长及民传 EMBA 联谊会的志工们，中山区聚盛里苏干台里长，还有我们双联视障关怀基金会的董事们，以及双联教会的长职们，另外还有我们的好伙伴。双联安养中心的院长赖明妙，双联幼儿园林梅琪园长，虽然60岁，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一颗18岁的心。我来这边主要目的就是吃饭，对，对不对？希望跟大家做好朋友，谢谢大家。叫我要来，那我就来参加。
不到得到那么多的快乐。本年1年服务600位以上的盲朋友，其中超过70%以上是已经迈入中高龄的视障朋友。陪伴盲朋友变老的这些年，我们发觉视障独居老人的处境没有办法被周全的照顾，因此本会在2016年开办了视障独居老人关怀服务。针对遭遇多重困难的视障长辈，提供个别化的照顾服务。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了盲朋友快乐学堂。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快乐学堂的盲朋友们，他们坐在这一区，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将上台跟大家分享1个礼拜3天，我们一起做了什么。这些盲朋友今天做的并不是表演，而是希望把我们在快乐学堂里面的快乐跟大家分享。现在走上台的就是快乐学堂音乐班的盲朋友们，请热烈欢迎。
谢佳慧老师，请大家记得爱要大声说出来哦。我们再给音乐班的同学们最热烈的掌声。谢谢邓老师。接下来的1个小时呢，将由艺声国际为您带来精彩的演出。现在我们欢迎邓吉龙老师跟艺声国际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王董事长啊，各位长老，好久不见了，大概有1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年我们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1年哈。不过我相信很快这个所有的疫情应该很快就会做一个结束，因为我们现在有防备了，所以人怕是没有防备的时候才会有做出错误的决定。不过我想大家刚才看的一定很感动，对不对？我下午其实来彩排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感动了。他们很早以前在12点半以前就已经在彩排，那我去彩排，他们是希望说我给大家一个惊喜。我后来发现他们才是给大家一个惊喜哦，因为我一直在这几年自己在任教音乐班啊，然后在大学里教书，也从事音乐演奏的工作。我发现不管再好的音乐，其实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它必须要感动人。没有感动人这个层次，你说音乐有多美好，那是骗人的，它只不过是声音而已嘛。那如果不够动人的声音，那何必要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相信各位，今天如果是Barbarotti在上面唱，大家会有不同的感受。可是今天这些弟兄姐妹在上面这样唱，你就会感觉每一个人他的身上的因为机缘的关系不一样，产生了不一样的状况。然后，可是他能够展现在各位的，他是很真诚的一面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让人家感动的。那第一个也要很感谢，就是我们这个协会，他今年又邀请我们来这边表演哦。那当然也谢谢那个李长老，他也牵成了这件事情。那我们艺声国际其实希望，就是让比较好的音乐能够用正式的方式推广给各位，而且不要好像有像康乐会一样啊，然后来表演完就，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把节目的安排都比较精致一点。再来就是邀请到的也都是现在国内非常非常优秀的，也许是学生，但是基本上北艺大的学生应该都不算差的学生，都全国前几名的。而且我今年还有一个团员，他已经考上北市交了哈，他研究所毕业就考上了。那也就是说这些感觉上都是我看着他们成长，他们在陪伴我变老了。但是我也慢慢的发现说，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面，其实这个传承2个字很重要。像协会在做了这么多事情啊，其实为的就很多的在座的这些长老，或者说这些在赞助的 support 的，就是支持者，其实在生活上，其实他们可以说衣食无缺，他们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可是为什么要反过来回来再照顾这些弱势的团体？其实他们某个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个社会上除了公益的外，就是把我们人对于良善这件事情推展到极致。所以我们说人有时候人有兽性，有人性也有神性，我们要摒除兽性啊，发展人性，到最后成就神性。那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把我们人的心灵的层次提升到更高上面。那加上我们现在可以结合各方面，刚才前面的有人看到很热音的那种乐团啊，它其实也是现代一个音乐的展现。我们不能把整个时代都把它更改过来，但是在不同的音乐文化融合的过程里，我们也希望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而且最重要是不同的感动。那我们今天呢，第一个节目也要请来我们那个艺声国际非常优秀的钢琴家，他现在也本来在北艺大毕业啊，是一个国内东元集团以前很有名那个林和会
老师他的嫡传弟子哈，那他有一阵子呢还被邀去摩斯汉堡，去参与他们的工作，因为太优秀了，他可以做生意哦，所以这是真的哦。那他现在还是摩斯汉堡的顾问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又跳到我们的那个北艺大的另外一个最优秀的学校，跟我们是相对抗衡，就师大，他到那边去当，就是念他们的师大表演艺术研究所的硕士班哦。所以我就常常说他有可能会变成我们学校的叛徒，不过没关系了，因为他最优秀的事就是把我最优秀的学生娶回家去了。那如果他太嚣张，我就叫我的学生修理他就好了。那我们今天要请他带来第一首钢琴曲子，我们请他稍微介绍一下，谢谢。各位贵宾、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好，那我今天要带来的这首曲子呢，是来自李斯特，他是很有名的匈牙利的作曲家与钢琴家。那我们通常在音乐史上面，我们会习惯给他一个称号，叫做钢琴之王。因为它扩展了非常多钢琴的技术与演奏的可能性。那这一首《爱之梦》献给现场在座的各位朋友，谢谢。
们谢谢张觉玉老师哦，很优美的琴声哦。其实钢琴是乐器之王哦，我们可以在它里面，为什么发现不管你主修什么，它一定要复修钢琴啊？因为钢琴它基本上很多的，因为乐理的尝试都会在里面去相交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摒除。你如果听到一个音乐家他的钢琴不会弹的，那是很特别的啦，但还是有哦。可是基本上钢琴这件乐器，我们除了在学习之外，也在里面获得很多乐理的尝试。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由我来为各位带来一首就是《西城故事》里面很有名的曲子，叫《Tonight》哦。虽然现在是下午哦，不是晚上的，那不能把它改 to afternoon 也不行哦。那我们知道说，我不知道各位应该有听过《罗密欧与朱丽叶》，对不对？《罗密欧与朱丽叶》其实哇，我们都知道这种爱情凄美的故事啊，那两个帮派的儿女互相相爱，到最后因为对方的仇视没有办法结合，最后牺牲了生命哦。那这个故事呢，在美国被伯恩斯坦拿去做了改编哦，他把它改成了《西城故事》。那早期的原本他一开始这个剧本不叫《西城故事》哦，叫《东城故事》。后来又经过好几次更改之后，变成西城故事。那他用的就是在拉丁的后裔啊，一样是两边帮派人互相仇视。后来，爱情是关不住的嘛，就相爱之后，一样是被拒绝他们两个在一起，然后到最后就当然是悲剧收场了。不过这个世界上也是蛮奇怪的，所有的悲剧都是最美的。哦，但是这首曲子在里面却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首曲子哦，它歌颂着爱情，他在等待他的爱人。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Tonight》。那个爱情的故事的力量哦，就是在音乐中才展现它更美的地方哦。那接下来一样是要我们的小提琴家那个张念欣老师哦，他为各位带来一首爱的曲子啊，叫做《爱的小径》哦。那念欣他也来过长老教会这表演过好几次哦。那我们常常到那个三芝安养院哦，其实我们上次我到安养院也唱了《Tonight》，然后很多那个阿公阿妈都很高兴的，他说：“哦，我阿伯下次还要再听这一首这样。”而且那阿公阿妈他们都习惯要点歌了哈。不过有些东西真的要是跟各位大家很抱歉哦，因为有很多曲子现在的版权的问题，
好像阿公阿嬷说啊，你要在台语耶，我会知道唱台语歌。现在大部分台语的歌曲都有版权，好，那版权法我听说现在修正是，就是再次再加上100年，好，也就是这个是蛮恐怖的事情啊。那我也碰到很多单位，因为这个方面，所以我们都很小心在处理啊。所以不过那个我这次演出也有特别跟贵单位，他们其实有去协助版权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那也就做现场直播嘛。那我也是很希望说，透过网络啊，其实现在网络的平台越来越好，那再来是网络的设备也越来越好，它可以让我们能够不用走太远的地方，住在家里接受到很好的讯息，这个是值得慢慢推广的。但是我相信各位在现场听的感觉还是在家里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张念心来为各位带来这首普朗克的《爱的小径》。好，我们谢谢张念心老师哈。那个我们协会的那个行政程序越办越严谨哦。刚才我在接到通知说，我可能稍微讲话要讲快一点。不过很好啊，因为我几年前参加跟现在，我发现整个活动的秩序什么都做得很好，而且节目品质、节目单什么都已经都是非常职业水准了。这个他寄给我看，根本也不用再挑什么毛病了。他们设计的那个海报，我说是很棒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活动就这样嘛，越办越熟练，再来办的人越办就越有成就。那也谢谢各位长老还有各位支持者的支持跟鼓励哦，那让这些我相信今天的盲朋友还有盲朋友的家长能够来这边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整个协会对他们的一些服务啊，还有他们可以参与的部分是什么。这个我觉得都是互动的，就单方面的付出也是没有用，都双方面都要互相了解。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他今年已经考上那个台北市立的交响乐团哦，张新伟哦，特别的在情商他回来演出啊，因为他现在如果算是公务人员的话，演出都得跟那个报备啊。不过他今天很阿萨里，就是说啊，他还是很愿意回来再帮我们再演出这一场。那我们现在请张新伟来拉一首有关于探戈的曲子哈，皮耶佐拉的探戈舞曲，谢谢。谢谢张新伟老师啊，
百忙之中抽空前来。我说我们今天这个团好像从3张里过来的，为什么？你看我们那个上面有3位姓张的，张杰宇、张念心跟张新伟。我说我们是3张里来的哦，不过不要误会，我们是台北市的。开个玩笑，因为在撤场嘛，不然大家在中间尴尬下来也不大好。维持那个热度啊。那接下来要为各位带来的是我们那个学校有一个硕士班的非常优秀的女高音哦。那个她今天要演唱是非常有名的《钟之声》，我不知道大家常就以前有个电视的汽车广告有这个演唱的，她是用女高音来模仿那个钟声铃铛的声音，那我们叫做铃铛之歌啊。再讲一个印度的少女啊，她这跟英国军官恋爱之后，然后后来因为也是一样异族通婚嘛，在那个时候其实基本上都不是被祝福的。你看蝴蝶夫人啊，后来也是没有被祝福的。好，但是在那个时代，基本上因为有宗教，然后印度人跟英国人基本上又有那种种族还有国家仇恨的关系，因为他们被英国人殖民嘛。那在这个状况下，他们其实都有很多产生矛盾。那这个女高音，她为了爱而牺牲一切，奉献一切，在这里面她唱的这首曲子非常有名，即便现在国内很多女高音也是唱不起来的。我可以跟各位保证哦，那个可能唱到最后不是铃铛之歌，变破铜烂铁之歌啊！你们大家可以听听看就知道了。现在我们请我们的女高音哦，凌霄，她比较特别，有4个姓，她姓是双姓的，凌霄纯汉哦，她都在说纯韩哦。我们请她来演唱这首《钟之声》，谢谢。
好，来，我们谢谢萧纯涵林萧纯涵你会发现花腔女高音唱得好不好？很好，谢谢，是我的学生。我也很荣幸就教到这些天资禀赋的那种学生因为一辈子要碰到一个已经是很困难的不过在北艺你就会发现很多学生每一个都天资优异所以我们也在学习教学相长嘛。那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考进北艺大的时候，那个台北爱乐杜黑，因为我以前回来教10个学校，跑3个合唱团了，什么学校都教。后来杜黑就跟我说：“你把其他学校都都辞掉吧。”我说：“哦。”他就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笑，但他是开玩笑的。他说：“恭喜你啊，你现在从那个杂货店教到精品店了。”当然以前因为要跑很多学校嘛，你什么学校都得教，没得选择。后来进了北艺，我真的就把那10几个学校，10个学校全辞，合唱团全辞了。不过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在里面学了很多东西倒不是说什么精品店、杂货店，可是我也很感谢曾经有那么多学生让我在里面也在学习，我才有办法去教这么优秀的学校。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新维为各位带来一首那个《一步之遥》，这也是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我们来欣赏，谢谢。
谢谢张信惠老师哈，我相信这首曲子大家应该都蛮熟的，因为在那个《危险女人香》里面，其实他有把它改编过。但是我们很多现在听到的音乐，其实都已经有经过商业的包装之后，所以大家听到的可能是比较不同的版本了。不过我们也试着让大家恢复原来就是那个音乐的本来的样貌，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曲子它原来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无伴奏是很难拉的。如果大家拉过弦乐，你们知道一根弦上面有那么多的位置，它每一个位置产生的音都是不准的，好不一样的，可能你差一点点就差1/4个音、1/8个音，不像钢琴你弹那个键就是那个音，所以这是平均律的东西。我把它弦对切，所以每一个音都是标准的。那你们就看到说，如果听到管弦乐团要表演的时候，一定是用管弦乐团去对钢琴的声音，如果有跟钢琴，好，因为管弦乐团是纯律乐曲，它如果把位往下就低一点点，音是不一样。所以在钢琴里面，降 A 跟升收是同一个音，可是在弦乐里是不一样的，是不同音的。好，所以我们说降 G 大调跟升 A 大调跟降 G 大调跟A 大调，它是一个音，然后降 A 大调跟升 G 大调，其实在钢琴上是相同，可是在器乐上是不同的。好，这个就乐团的一个概念了，我们才会说才会有这24个大小调嘛。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长笛公主陈英琴，她也是常常跟我们医生国去到那个各地医院啊，还有一些安养院去表演哦。然后她今天要为各位带来，你要带什么曲子？好，我们来带来这几首非常非常好听的《卡门尔》，我们来听听看，谢谢。
梯间的长笛公主哦，陈英青老师为各位带来《卡门幻想曲》哦。你们看一首曲子里把我们的歌剧《卡门》里面所有的动机主题哦，你们听到有斗牛士啊，有那个卡门它的所有的主题放在里面哈。那这是很特别的，它不是真正原来那个作家比才写的，它是伯恩他后来把它就是重新再编曲。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小提琴老师张念心哦，为各位带来罗曼曲啊，这首也是一首很有名的曲子，谢谢。谢谢张念心老师哦。你看这么优美的时光啊，这么还有各位这么优雅的人士都在场哦，很快这样子时间就过去了哦。我每次音乐会曲终人散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哦，我们何时何年何月能够再相逢？不过蔡长老那边，蔡长老每次常常都见到他。我那时候见到他觉得记忆最深刻的时候，我们苏显达教授到那个。我们去长老教会演出的时候，结果蔡长老就觉得说：“我主细汉都听伊话琴到今嘛。”当场我们那个院长脸都绿了。哦，对，这我那时候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不过长老教会给我感觉是很亲切，以前都觉得长老教会应该是很 serious 的这样，可是我还发现碰到每个长老都比我爱讲笑话了。来，我们今天要最后为各位带来一首我们。医生国际为各位大家准备一首意大利的民谣，叫《O Sole Mio》，也为这个快乐的下午时光画一个总结。我们的音乐会其实都很短，最主要是不休息，而且呢，因为给长辈方便，或是说病友方便，他们随时要离席都可以。可是呢，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就好像觉得你们不应该，本来音乐就应该存在每一个地方，而不是给专有的人士去欣赏的，这个才是音乐的本意。那就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听这首《O Sole Mio》，谢谢。
对哦，刚才已经讲，欢乐时光特别容易过，我们期待明年的再相逢哦。再拖下去，大家晚餐就吃不到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邓吉龙老师与一生国际所有音乐家动人的演出。我们刚刚有很多爱的掌声跟欢呼嘛，哈。
盲朋友迈入中高龄之后，可能面临疾病、健康退化、收入中断等多重的困难，照顾自己越来越辛苦。如果再加上独居、害怕出门，种种的问题都会严重影响盲朋友的身心健康及生活品质。影片中的贝贝刚开始的时候，他很不欢迎我们去他家，也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服务。我们从2017年开始服务跟陪伴他。刚开始我们帮他做居家大扫除，连接居家的服务资源，安装紧急救援系统，花了1年多，我们终于说服他愿意换壁纸，就是刚刚影片开口笑的壁纸。然后我们还开始做了居家修缮。后来呢，这一次跟他拍照的时候，我跟他说话，我发觉他跟当初很不欢迎我们的那个长辈不一样了。他跟我说，他呢花了很多的时间一直跟我聊天，在聊他要换马桶的事情，讲了好久，好兴奋。然后我们发现，原来他变快乐了，也开始多爱自己一点了。再来呢，是故事班的同学的分享，我们来看看每个礼拜五他们都在做什么。医生到了。竹间哦，快生了啦，快了！医生，你昨天没睡好哦，怎么了？小孩子看到小孩子都偷了。啊！他是自己去很好。这样太好了，想象力的挑战，两个都在坐牢哦，都在蹲苦牢哦。好，预备。难道你不会怕吗？我也是杀过人的，知道吗？很强，很棒。快乐是我们视障长辈的超能力。现在我们要请故事班的同学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分享有3段，第一段呢是用独白的方式来说自己的故事，第2段要用身体来说故事，第3段是盲朋友们选用生命当中最有意义的歌曲，串成自创曲。那这些歌曲呢，其实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所以如果您会唱的话，也欢迎跟我们一起唱。我们现在欢迎快乐学堂故事班的同学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各位朋友好，我是美惠。从18岁之后，我就忘了怎么计算自己的年纪。我喜欢当志工，可是我身体不好，因为我的湿疹。不过我乐观一点，我的视力是严重的弱视，但是我是同学当中视力最好。然后我再说一次。各位好，我是美惠。超过18岁之后，我就不会怎么算自己的年龄。我很乐观，我喜欢当志工，
可是我身体不好，因为我在洗肾。我乐观应对，我的视力是严重弱视，但是我是同学当中视力最好的。大家好，我是艾珍，4年级生。在我9岁那年，由于盲肠炎，麻药伤了我的视神经，我成了盲人。从2008年开始，不管我上什么课，我都会带着我自己做的点心，跟老师、同学们分享。大家好，我是竹娟，今年我已经61岁了。在27岁的那一年，我吕家跟我的丈夫去南非，过了很舒适的生活，过得很狭义的生活，也游走了很多边间的非洲的贫穷的国家。但很不幸的，我在50岁的那一年，当我过完了生日以后，我因为脑膜瘤开刀，伤到了视神经，所以就得了很严重的弱视。在2年前呢，也很不幸的完全的看不见了。但是因为在南非的女强人的强势之下，如今再回到我妈妈身边里面，我很感谢我的妈妈，她接受了我全部的喜怒哀乐，也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人生是什么，为什么？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吗？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的跟我妈妈说一声，妈，我爱你。我是老母营，我是周素清。过去，我们渴望能看见自己真实的表情。现在，只想看见2人相爱的眼睛。我们在黑暗里摸索了半辈子，找到了彼此。大家好，我是杨正川，我是班上的小鲜肉。我从小眼睛就看不见，我因着眼睛看不见，曾经自卑、忧郁，甚至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当我有信仰之后，我走出了忧郁，我不再自恋，我不再自卑，我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有很多朋友，我曾经梦想过，我已经能够看得到自己的长相，因为我有一个个子小小的身材，可是我接受了，我接受我这样长相。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午安！我是目中无人，心中有大家的惠美。那我是来自花莲布农族的原住民。那我以前以为我是布农族里面最漂亮的那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就看不到，不知道别的女生比我更漂亮。因为误诊，我的眼睛现在是全盲。我有2个小孩，4个孙子。然后我曾经很想，就是做老师。那个毕业的时候，老师也有叫我去中部，但我觉得说我喜欢北部，就把自己放弃了机会，就从事按摩的工作了。
第二段。故事班的学员们，尝试用身体说自己的故事。itas mawakuta awata muredeka kana marufura-furai ali kapamamuli kai semangarata kemakawan harum mulai punata luka sayata kayata kata di kesau karena kita iling-iling kemakawang harus kemakawang 让我们出发吧，出发吧，让我们前往高处，咱前往高处的所在。这是一个地方，一个美丽的地方，这绝对不会错的。我们要乐观的面对。走吧，向前走吧。我们要凝聚，我们要同心。咱爱结连，咱来到底。走吧，让我们用骄傲的姿态，彼此凝聚在一起。能结连到底。现在就走吧，现在就往前进吧。
茂云跟玉清呢，他们这对夫妻很爱放闪，我不知道原来到最后他还要放闪一下。第3段是盲朋友选自己生命当中最有意义的歌曲，做成的自创曲，所以呢，我们有歌词，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唱。接下来是由我们同学共同创作的《勇敢之路》，谢谢。谢谢故事班的同学们，爱要大声说出来，现场观众。这首歌的组合是盲朋友的生命之歌，说出盲朋友生命中的历程跟感受。
仰望神的，接受挑战的，从低谷奋力走出的，面对困境自我激励的，最终走出了挫折。我们这些可爱的盲朋友们，竟然是心心念念的想给大家最多的祝福。请大家再给他们爱的鼓励。现在是我们运动班的同学，运动班的同学将要带着大家一起做运动。在疫情期间呢，很多人都宅在家里，所以呢，我们要来带着大家一起做运动。所谓的做运动是坐着做运动哦，所以待会儿请大家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来做运动。我们快乐学堂的同学们，有好几位呢，其实可能参加了3堂课，也有参加2堂课的。那今年呢，因为疫情，所以有些盲朋友们就没有来了哈，所以看起来人会少一点。现场的观众，有人看过坐着做运动的吗？有吗？有啊。那有看过盲朋友带大家做运动的吗？应该没有，这些都是腮乎哦。所以呢，待会儿我们的盲朋友会带着大家一起做运动。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在座位上一起来做运动。好的，我们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都准备好了，跟我们一起动一动了吗？准备好了。好，那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台上的是运动班的同学。好，那我们就音乐请下。好，准备好的同学跟我们一起唱啊哈！挥手来，交通指挥，右边左边，加快一点速度，1、2、3、4，绕圈回胸口，很好，准备好，跟我一起唱啊哈！挥手，交通指挥，1、2、3，加快一点速度，游嘞游嘞游嘞游，手绕圈圈，双手比一起，来来来哩来，一起小跑步，动起来，再一次，来来来哩来，原地小跑，跑起来，准备一起唱啊哈！挥手借给我，交通指挥左边。加快速度，1、2、3、4，绕圈圈在胸口，双手借我举高往上，再放下来，再一次往上，再放下来，来右边绕一圈，回到左边，从左边绕一圈，一起唱啊哈！交通指挥，挥手挥手。加快速度，1、2、3、4，很好，手放胸前，手借给我，来来来哩来，小跑步喽，跑跑跑，全部一起来来来，来来来哩来，跟我小跑步，跑跑跑，一起唱啊哈！挥手交通指挥，1、2、3，加快速度，游嘞游嘞游嘞游，很好，手放胸口，再一次把手举高，绕圈举高，放下来，再一次举高，再放下来，右边绕一圈，2、3、4，再换边，1、2、3、4，回到中间小跑步，跑跑跑，准备好，往右一起啊，好。
换左边一起啊好，中间一起啊好，全部一起啊好。哎呀，很好，挥手交通指挥，很好，加快速度，1、2、3、4，挥手在胸前，手比来，力来，小跑步喽，跑起来，再一次，来，力来，小跑步哦，跑，全部一起唱啊哈！哎，很好，来挥手，交通指挥，加快速度喽！1、2、3、4，手绕胸前，很好，一起摆第一个 pose，1、2、3，嘿！第二个比个7，1、2、3，嘿！很好，给台上的同学一个掌声鼓励。谢谢快乐学堂的盲朋友。这1年多来的积极参与，让自己越来越快乐。本会呢，虽然做一个创新服务万事起头难，而且募款很不容易，但是看到盲朋友这么样的努力照顾自己，让我们觉得我们愿意承担照顾视障长辈的这个责任，陪各位盲朋友一起变老。今年有一些盲朋友因为疫情没有参加，或者是还没有参加的，现在呢，我要跟这些盲朋友说，来，力来，力来，哈，大家一起来，一定会变得更快乐。最后，我们要谢谢在场各位的参与，各位都是盲朋友的好朋友。如果你也愿意关心支持盲朋友，请记得，我们必须说出来，盲朋友才会知道我们的心意。请问，你愿意陪盲朋友一起变老吗？爱要大声说出来。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谢谢大家，愿意陪伴盲朋友的方式很多。你可以捐款，让我们的服务不中断，也可以使用手上的捐款信封呢，填妥资料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您可以写下一句祝福的话，鼓励我们的盲朋友，也可以来当志工，或者如果你走在街上，看到了盲朋友，可以走上前问他，请问你需要我的帮忙吗？今天谢谢各位光临的盲朋友的好朋友。你愿意跟盲朋友一起变老吗？谢谢。现在我们请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来帮我们带祝福祷告。这时候我要邀请大家一起起立哈。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那我们在音乐的声音当中，那我们在喜乐的笑声当中，去体验从你那里来的爱。求主帮助我们将这样的爱分享出去，让更多需要的人得着帮助。也愿我们今天的感动可以持续的延续下去，为别人带来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请坐。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那我们今天的感恩音乐会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好，那请各位贵宾可以上台，大家一起合照。